2019年，中华民国108年4月6号、4月7号，下营上帝庙，北极殿下，玄天上帝庙绕境活动哦。第二天哦，陈廷辉立委也来了，台南市长黄伟哲先生也来了，是道亲呢，道亲的后代呢，优秀。新一组和老前人的新一组的道亲的后代，后壁乡那边的人，还是谁是啊？南靖啊，好像南靖。黄伟哲先生做了台南市市长、直辖市市长呢，然后前行政院长赖清德先生就是前台南市市长，先做台南市长，后来做行政院长的赖清德先生也来下营上帝庙呢，还有致辞呢。